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2021年3月7日。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4篇以斯拉记第6章第1节到16节，马可福音11章15节到19节。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基督的厝。著名的足出名的礼拜堂的建筑叫做水泉教堂。伊伫1999年5月25号来落成一座名号做 Queen Tower 的建筑物。伊拄啊伫水泉的礼拜堂的边起一座。这座呢是用真光显反射。咱咧讲的镜面的 stainless 去起造起来拢总的高度是236英尺啦真悬真悬，比伊原本的礼拜堂悬了2倍左右伊的尖塔呢这236尺，毋是因为啥物特别的数字啦伊的原因就是伊想要甲伊另外第1栋的悬楼，伫这园区内底第1栋悬楼叫做希望之塔 Hope Tower 顶悬的是物价迄个高车的所在平悬啦伊掠迄个悬度来起这栋大楼这栋塔安尼因为创办者Robert Schuller 伊有一个想法啦因为Queen Tower 下骹有一个名叫做 Mary Hood Prayer Chapel， 伊是一个美国的钢铁真有名，美国钢铁的董事长的夫人的名啦当然会号这个名，当然是上条原因因捐献钱因捐献100万为着这个塔来捐献伫下骹基督城呢，顶悬写一个马可福音11章17节，咧讲着耶稣讲的话：我的圣殿要成做万民基督的殿这句话刻伫咧顶悬啦所以当初时Robert Schuller 牧师伊咧思考这个建筑的时阵，伊的想法是讲基督的声音。爱去到迄个十字架声，互耶稣听到啦当然伊的想法是讲耶稣顶十字架头拄安尼拄好差不多伫遐安尼伊用安尼来起造这个尖塔啦耶稣讲我的圣殿要成做万民基督的殿，是引用以赛亚书56章第6节到第7节的经文啦以赛亚书先伫安尼讲，也有遐会甲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伊，要爱耶和华的名，要爱安那做伊的奴仆。这是受患守安息日无干烦，佮持守伊的约的人。我要领因带因到我的圣山互因伫迄个基督我的殿的中间来欢喜喜乐，因的烧祭甲平安祭要伫我的坛顶悬，要得到接纳。我的殿要称作万民基督的殿。这内底有几项代志咱要来思考啦第一个是啥物叫做万民啦万民的意思是到底是啥？1万的人吗？听讲迄阵迄个 Crystal Cathedral 差不多有7000几个会友啦伊迄个文伫咧讲这个万人是咧讲伊用 all folks，all folks 意思讲所有的人啦啥物人是所有的人？毋是干那以色列人照以赛亚书第56章第6节的经文咧讲，除了以色列人以外，阁有外邦人外邦人要怎伊讲外邦人要来侍奉耶和华呢所以
伫遮真清楚，毋是因为限定种族，吼，毋是种族的问题啊，嘛毋是以色列人选民独享受的。所以咱毋通想讲吼，旧约内底吼，拢无别个人的救恩，敢若以色列人尔，毋是安尼吼，迄毋是上帝旨意啦吼，嘛毋是圣经记载事实啦吼。搁来第二项就是讲，咱要来思考是祈祷这个字的意思啦吼。祈祷式是啥物意思？牧师伫加州时常看到即个回教徒吼，因非常虔诚，也真热心伫迄祈祷的中间。咱拢知影，因一天的5摆祈祷。有一天，牧师甲牧师娘去伫迄卖鞋仔的店内底吼，咧找鞋仔。忽然间就看一对夫妇吼，安尼，感觉真安尼紧张安尼吼，微微翕安尼，看来看去吼，轮流无去安尼啦吼。我着足好奇吼，我着踅较远安尼吼，去远看。原来因轮流找一个角头换一个固定的方向，跪伫咧涂骹咧祈祷啦吼。讲到祈祷的热心呢，因好若亲像无事互基督徒，甚至比咱基督徒搁较热心吼。时间一到，你无祈祷，因会足艰苦安尼吼。但是以赛亚书所讲的祈祷的灵感是即种的意思嘛？到底是真正是啥物意思？伊是种祈祷呢，用嘴迄种祈祷吗？那安尼法利赛人嘛真厉害啊！因不但吼袂安尼微微翕，佫会穿甲吼真歹安尼，徛喺路口故意祈祷互看。敢是安尼祈祷？当然毋是啦吼。咱应该是照正常来讲，咱无啥会去甲生分人黑白讲话开讲啊吼。除非咱是迄个推销员啦吼。相款，咱若毋捌上帝的人，咱袂想要甲上帝开讲啊吼。除非咱有需要，也是讲咱甲上帝有熟悉。所以咱看以赛亚甲咱讲的，要侍奉伊吼，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伊的奴仆，就是凡守安息日无干犯的，来持守伊的约的人。祈祷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代表啦。祈祷是种服侍的关系，祈祷是一个守约的关系，这是经文所指的祈祷。吼，咱倒转来思考这个祈祷的尖塔啦吼。Robert Schuller 牧师伊的想法真特别啦吼。但起伫礼拜堂的这个角度来看，伊是足有思想的人吼。但是伫遮咱来思考是讲，伊引用耶稣的话，讲我的圣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但是后壁佫有一句话啊，恁叫互伊当变做啥物插修呢？是安怎耶稣咧讲的时阵会去讲着安尼？因为因真正伫遐，毋是为着要祈祷去的，因佫伫遐咧共欺诈吼。所以因当初是伫遐，毋是一个祈祷的生活，毋是一个服侍的使命，毋是甲上帝咧建立关系，却是用钱伫遐咧思考做主要。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伫某一寡大型的教会内底，特别是成功神学的教会，因标榜的是奉献，是成功，却毋是服侍关系，或者是祈祷的使命。第二个，牧师的感觉是迄祈祷是太细咧。咱有看过迄个图啊，是讲去过这个最前礼拜堂的边啊，伊原本的设计是3000人的座位，但是后来因为吼，伊是迄个环的长距离的，所以边仔人咧看讲台有问题，伊就减掉300个座位，落成了变做2700个座位。虽然比原来设计较少，但是游园比这个咱咧讲这个祈祷室呢，差不多会当容纳13个人安尼吼。迄种万人祈祷的这个祈祷室，大去几若100倍啦吼。再来第三个角度就是讲，
希勒牧师伊的想法，迄个塔尖要甲迄个祈祷的声音通到伫边仔迄个耶稣是立个顶悬。咱会记得吼，过偌济日要到啊。过后个早起的负责人去到坟墓的时阵去找耶稣，天使甲伊讲啥？圣书伫迄个四人中间找活人。相款牧师要讲的是讲，十字架已经空啊，因为耶稣已经过我了，他已经上天，坐伫上帝大边。祈祷毋是一个象征，祈祷毋是一个外表，祈祷是要帮助咱思考，咱是毋是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是毋是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迄个约？是毋是甘心乐意来服侍伊？是毋是热心宣扬伊的国话？这拢是祈祷的生活。所以咱相信的人，愿意遵守伊旨意的人，咱就是伊的殿啊。所以迄个祈祷是伫这个殿内底，甲上帝真好的关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3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以斯拉记第6章1到16节，马可福音第11章15到1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祈祷的殿或是祷告的殿。非常著名的水晶教堂。他在这个1990年的5月25号呢，在他的原本的礼拜堂的旁边盖了一座尖塔，落成了。这座尖塔名为 Queen Tower 的这个建筑是一座非常光亮无比的它使用的是一个镜面的那个不锈钢去盖它的高度是236尺。为什么236尺？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数字，或是从圣经里面找到哪一个数字其实没有Robert Schuller 牧师他的想法是，他们另外有一栋，在这个园区里面有一栋第一栋的高楼，叫做The Hope Tower 希望之楼或是希望之塔。它上面有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的交叉点呢，这个点刚好236尺。舒勒牧师的想法是说，这个塔的下面那个塔的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叫做 Mary Hood Prayer Chapel， 就是用一个 Mary Hood 这个人，她是一个美国钢铁前董事长的夫人。他们会用他的名字，想当然尔，是因为他们奉献了一大笔钱，$100万。这个祷告室的上面就用了一句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1章17节：我的圣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当然他是用英文写的啦当时候舒勒牧师跟建筑师在谈的时候呢，他的构想就是说，希望这个祷告的声音要从这个塔尖到十字架那个交叉点，代表耶稣的耳朵听到了。这个是他的用意啦非常棒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等一下会来反思一下耶稣说：“我的圣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他是引用以赛亚书56章第6节到第7节。经文这样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所安息日不干犯，然后又持守他的人，他的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呢，在我的殿中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万民。到底万民是什么意思？
是10000个人吗？听说到时候水基教堂大概他们会有7000多个人哈。但希伯来文在讲万人的万民这件事情，它是2个字合成起来的，英文的翻译叫做 all folks，all folks， 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那怎么样定义所有的人？谁是所有的人？根据以赛亚书56章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他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这边都没讲别的人哦，特别讲到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好，那在这个地方，他后面开始叙述的这个万民是要怎么样？要联合，跟主联合，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要守他的安息日。我们现在是说敬拜他持守他的约的人，然后他就会领到他们到这个祷告的殿里面去。所以很清楚的第6节写的条件不是种族，也不是以色列人选民的专属独享。所以千万不要说旧约里面呢提到的救恩是以色列人独得的 ，no， 这不是圣经的记载，不是事实，也不是上帝的旨意啊。旧约其实好几次都提到外邦的福音啊。好，第2个祷告，祷告式的意思是什么？牧师在加州常常看到那个回教徒他们其实对祷告是非常虔诚、非常热心的。有一次我跟牧师娘去到一个很大的鞋子店去要买鞋子，然后就忽然间眼神就瞄到一对夫妻呢神色紧张，他们就东张西望而且轮流不见了那好奇心使然牧师就绕得远远的去从远处去观看，原来是一对回教徒的夫妻。下午的时间到了，大概是3点钟，他们要祷告，所以他们就找地方朝着这个一个方向，他们去祷告，要去轮流。但是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祷告吗？以赛亚说的祷告的殿是什么我们看到那个回教徒他们的祷告不输基督徒甚至有过之那祷告的殿的这个真正的意思，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嘴巴说的祷告词的吗？是一种行为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利赛人其实是很厉害的他们不会像那个回教徒这样子怕人家看到，不好意思我有一次也是在停车场看到，就有看到一个回教徒，他就躲到停车场旁边的矮丛里面，就跪下来祷告。法利赛人呢，他们干脆穿得非常亮丽，而且故意在那路口祷告给人家看，对不对祷告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照耶稣讲的不是这样子。我们不太正常来说我们不太会跟陌生人随便就开讲，除非我们是一个推销员或是我们说要去传福音。同样的，我们如果不认识上帝，或是说没有对上帝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们不会找他聊天，不会找上帝讲话嘛除非我们有需要，比如说生病或是怎样那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他说这些外邦人要跟耶和华联合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要守他的这个安息日要守他的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祷告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服侍的关系，是一种守约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经文所指的这个祷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祷告的尖塔，苏勒牧师所心目中要的这个祷告的尖塔。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是他在里面用了耶稣引用的那一句话啊。那当然我们要用那句话是就不能就这样子而已啊。他说我的圣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可是呢后面还有一句话啊，马可福音说什么？你们却让它变成什么？贼窝了。为什么？祷告的殿宣扬的不是祷告的生活，不是服事的生命，不是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书里面的记载，耶稣是洁净圣殿的时候讲的那一句话。因为呢，当时候的这个圣殿的管理者跟钱挂帅、挂钩。这一直是存在的，在某些教会到现在也是一样，特别是那一些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们教导教会里面的信徒要怎样，他们标榜的是奉献，标榜的是成功却不是更多的服事，更多的关系的建立，更多的祷告。再来就是说，牧师的看法，祷告室太小了。那个箭塔底下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计，有他的想法水晶教堂的那个礼拜堂原本的设计是3000个座位，3000个座位，后来是因为它是横列的长形的，所以两旁看不到这个讲台，后来就减了300个座位，变成2700个座位。即便是如此，仍然比那个祷告室大几百倍，因为我估计大概只能容纳个13个人左右了第三个角度呢，牧师要说的是十字架已经空了。除了牧师的想法，那个祷告的尖塔声音要通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耳朵。复活节要到了，记得复活节的早上，妇女们到了坟墓去的时候，天使问他们说：“你们为何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坟墓里的已经没有耶稣了。同样的，十字架上也没有耶稣了，因为耶稣已经被取下埋葬，第3日复活，第40天升天，现在在父的右边了。祷告的殿其实要帮助我们去思考的是，我们是否与上帝有和好的关系？我们是否真的是诚心或是热诚的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否愿意甘心乐意的服侍他？是否热心的宣扬复活的基督？这些都是祷告的生活。而我们相信的人，这些基督徒愿意遵行旨意的人，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种祷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一种祷告。